咱若上经会记哩，上经绝对袂使拄久。若是伫书讲经的时阵，袂使拄久，这是上基本的要求。为什么？安尼你才袂去食罪，袂去造业，可以知无吼？书若是无代志，比如讲咱即马都无代志啊，哇咧放互轻松，小拄久者，无要紧，这无要紧，无罪，这没有罪。但是你讲经的时阵，一定要振作精神。可以知上经的时阵，即马你上早好来，我真斟酌，注意，我绝对袂使随迷啊，精神来涣散啊，袂使，不可以这样。可以啊，这就是学佛的基本的要求，点要注意吼。一个人若无听经，伊袂开智慧啊，无了解世间的真相啊，啊，就变戆戆啊。所以你读书要创，读书是要了解这世间的真理啊。啊，你唔知影无听经，你无法度啊。看起来真精光，但是对道理的看法呢，伊无法度有另外独到的见解，嘛是计较，嘛是冲突，嘛是执着，足痴迷啊，真熬生气。你虽然看起来精光，但是都无重用你呾呢。你一定要听经，要改变气质，改变你的生活习惯，一直的要求，自我一直不断的提升，改造自己。把它坏的习气一直改变，一直改变，一直改变，一直改变。可以啊，你愈来愈进步，啊，咱听经都简单啦，对不对啊？你看，惭愧，惭，各位一个心入边，啊，搁一个赞安尼哈。愧就是讲心中有鬼啊，你一个心，啊，搁一个鬼啊，啊，这惭愧就是甲摕刀来斩掉你心中的鬼啊，啊，什么鬼？下低下贱啊！你这种无好的恶念啊，你迄对鬼啊，鬼才会有一种很不好的邪知邪见、恶毒的念头，做了的，这就伤害别人、伤害家己，做真济错误的代志，对社会不但无贡献，佮带来真大的负担，所以啊，感觉很惭愧。啊，恁怎么啦？知影唔对了，吼，知过必改嘛，啊，一去恶向善。你弃恶向善，向善了会安怎？都是爱惭愧嘛，斩掉心中的这鬼，甲斩断恶念，莫甲你生起，就莫伫你心中生起。安尼你后摆一路都一帆风顺啦，平顺快乐，真幸福，真自在，对不对啊？这叫做惭愧啊，听有吗？迄个恶念爱斩掉啊，甲你爱断绝啊，莫互你救治啊。可以，安尼你这个人才是正人君子啊！甲君子交往爱安怎？爱用道义啊！道义这个道修道的道德嘛，你袂使去伤害家己，袂使伤害对方，安尼这叫做道义。安尼来甲小人交往要安怎？爱用礼貌啊，莫甲得罪啊！这个心肠真客气的人啊，你莫甲得罪，伊会甲你抢后骹，伊想办法甲你设计，甲你陷害，各位。所以你爱有礼貌甲对待啊！你对部属爱用什么对待？爱用恩惠来对待啊！你要对他关心啊，照顾伊啊，有好处就该分享啊！各位，这对部属爱用恩惠甲对待啊！你的念佛，你要甲念佛变哪交往？爱用信愿来交往嘛！你爱绝对相信我念佛，阿弥陀一定要救度我嘛！啊，我愿意要往生嘛！所以你念佛变了，跟念佛交往，就是我用信观的心来交往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啦？哎呀，实在真阿弥陀佛了啊！